返嚟新聞時間，政府計劃將有近90年歷史嘅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搬走，改建為露天廣場。係啊，咁第時市民咧搭完小輪要轉巴士，可能要行大約15分鐘去尖東。咁天星小輪就預計乘客量會大約跌1成，附近嘅攤檔生意亦都會受影響。胡天恒講下。除咗鐘樓尖沙咀天星碼頭嘅地標，仲有呢一個報紙檔，佢見證住碼頭近1個世紀嘅歲月，亦都係碼頭歷史一部分。以前都有賣外國報紙同埋香港報紙都有賣㗎。美國、英國、德國嗰啲、意大利、法文乜嘢都有。東南亞，佢知道我哋呢度有賣，咪落嚟我哋呢度買嘅。有好多自己嗰啲熟亞仔啊，尤其是有啲係我媽嗰代嗰陣時嗰啲熟亞仔移咗民啊，翻嚟都揾翻我哋㗎，走嚟揾啊探下我哋咁㗎。面臨搬走，除咗唔捨得，仲擔心新檔口生意會大不如前。天星小輪嘅研究報告話，如果巴士總站搬走，乘客量會下跌8%至11%，受影響嘅仲有市民。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搬咗之後，預計所有巴士線會搬到去尖東摩地道呢一個總站，市民喺度落車要行15至20分鐘，先至可以到達天星碼頭坐船。都好似遠啲喎，我就有陣時我哋喺呢度落車行去碼頭咧，走到死下喎。係啊，最好唔好啦，因為如果你去碼頭嘅時候就好唔方便咯。有區議員就話，自從部分巴士路線由尖沙咀碼頭總站搬到嚟尖東摩地道呢個總站之後，乘客量大幅減少，咁擔心日後所有巴士路線都搬到嚟呢度之後，情況都係一樣。旅遊事務處舊年已經獲得立法會批准，改建天星碼頭巴士總站為露天廣場，預計年中會招標，巴士站最快明年初搬走。亞洲電視記者胡天恒報道。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同附近嘅建築物見證住九龍區以至香港嘅變遷，有市民慨嘆巴士總站如果搬走，香港人又會少咗一個集體回憶。再由胡天恒講下。呢度係九龍半島第一個巴士總站，屹立咗差唔多90年，同時見證住唔同款式嘅巴士，部分你同我都可能冇錯過。站頭除咗油油翻新過，一頂一柱嘅設計從來都冇變過。過去幾十年啦，鐘樓或者鐘樓下都係火車站同埋巴士總站同埋碼頭係一個相連嘅特色嚟嘅，係一體嚟嘅。研究巴士歷史發展嘅容偉超話，全港第一條巴士線1號，以至係第一架雙層巴士，亦都由呢度開出。戰後之後咧，就98開翻第一條線，46年開翻第一條線，第一條線1號線啦、2號線咁樣，順住 number 落去到9號線咁樣嘅。就1號、2號、5號、6號、9號咧，就到而家都係冇變，冇乜點變過，係延長咗路線。唔單止係市民嘅集體回憶，就連我哋打風做直播都會揀呢個地標，直擊市民趕船趕車翻屋企嘅消息。未有地鐵之前，好多人過海翻工啦，就譬如喺九龍過海翻工，就一定要搭船咁樣喺尖沙咀碼頭或者佐敦道碼頭轉車啦。而家就冇咗佐敦道碼頭啦，就剩翻而家黃昏繁忙時間，尖沙咀碼頭都好多人喺度轉車，其實係對於好多香港人係一個回憶。約朋友嚟尖沙咀通常都會約喺5支旗杆等㗎，因為貪去一落巴士夠方便。日後巴士站搬走，呢5支旗杆仲會唔會成為大家等朋友嘅勝地呢？亞洲電視記者胡天恒報道。